好诶，敢是我是一个土地当中话嘛，讲要分较大地，要分较路边，有阵时啊呢，那你也想世间事啦若是迄个拄好是大人往生去啦，你看迄个来问题就来啊，有迄分析，我捌听有一个大师咧讲，一个大师大师伊拢会处理即个人讲迄个土地要继承的问题啦，伊看足济啊，伊讲是恁安尼，咱会作少讲迄个作少讲无声音，迄分析的时阵，咱会吵闹袂拢一定要占对地较大地，还是咱拢惊向偏伊啥？有阵时兄弟咧，时间有阵时就问题就是安尼，甚至安尼隔一条墙仔都袂使，都会出问题。有拢对小事的当中开始争端。所以讲伊甲我安尼讲的当中，我就知影讲安尼可能有时啊，这家庭问题，无论家己的亲兄弟，当然大家就是啥，拢无聊一步，嘛无，咱若智慧当然无会咧收，比如到遐当中，就是讲这个拢生活基本，当然啦，大家好要搁较好，大地要搁较大地，你若讲你若有一个方面，是讲讲成是讲要较正规的袂要紧，安尼代志总好讲。大家拢有退休啦，大家拢要创多钱的当中，大家拢要坐较大地，也是要较好的，当然咱咧可能前端就无法度看解决前端。所以讲咧，一定爱有一个人退休，爱有人正规啦，安尼来代志较好处理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这物件咧，当然咧，所以讲这世间就是啥？老师来讲，世间人看钱重，为钱走西东。伊讲人生亲像菜花芳啊，菜了一丛又一丛。菜花芳到尾咱知影蜜蜂啦蜜蜂咱若有人饲咧蜜蜂的当中，蜜蜂足无用。走东走西的当中，透早就喙迄个菜花啦，对不对？怎个搭做迄个蜜，到尾迄蜜拢散体。人拢甲寻走的，你看甚至到尾一场空，伊这就是说一个比喻啦，一个比喻。讲咱人是迄个菜花芳，一天过一天，终生拼死，无了死，真正有影。因为咱要真正迄个确定着迄个人生应该行一个啥目标较方向，到尾本末倒置，头拄我讲错用心。你若错用心的当中，到尾当然咧，就是菜花芳谢谢。你足认真足拍拼，但是咧，你真正不是，像父亲嚟讲你真正不是做对的代志，爱做对的代志，唔是做好尔，做对搁比做好较重要。真正你若做唔对就是错用心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讲咧，到尾咱会知影讲，咱人咧就是安尼。所以讲咧，到尾你若无了解咧，无真正目标确定的时，有咱会本末倒置。人是摸着迄个定的本，你是摸着迄个财的源，安尼咧就差真济啊。财就较甲你保庇咧，好嘢较济钱，到尾是咱在迄个讲我交朋友的，到尾咧就差人要来偷。甚至不如咧，寄到咱附近迄个公路铺、电路铺当中较安全。迄个田库内底咧，迄个人拢抢袂去，是较有顾惜。用迄个现有的一个啥，迄个世间的一个钱财咧，西方的袂好位，较毋好。所以讲咧，财死用存摆第一。袂输迄个开路开路线是咱较主要。开道先锋，就讲摆第一就是财死，所以讲咧，很重要，所以讲咧，所有拢是爱开始，所以讲咱咧人的当中咧有智慧，咱讲用于智慧，做好处袂要紧，迄个起来看攻击，较毋是足好，你趁到足济，迄个前日咧讲，趁到尾是拢无实在的人咧趁。
哦，袂熟悉啦，他拄我讲讲长菜内面咧偷，哦，摆地主也免甲你爱，哦，迄叫啥？到尾你用情段的，所以讲咧，青春岁月少，青春岁月少就是讲时间的无情，大道无情，温柔一弯。即讲时间的无情，岁月的无情。咱若看电视当中，啊，看迄水咧流的时，就知影讲哇，原来写成15档已经过啊。哦，迄电视咧做足紧啊，用一个开水互你看，哦，时间足无情，已经安尼。那时候咱来匆匆去匆匆，岁月情，哦，日月如梭，岁月无情，所以讲咧光阴似箭，所以讲咧时间咧无足紧，所以讲咧，迄阵啊，少年家哥因老啥，即摆已经大发，哦，含捌足济，甚至有外卖嘛，地头过，迄个外卖啊吼，啊，这就是咧甲你变成啥，真正话，哇，时间无等啦，真正像啊。人即摆迄阵啊，哦，人拢讲迄个少年家，即摆伫公司咧上班，就咧讲阿姐、阿伯，哦，我听叫起我之中第三样，差足济咧，真正。你讲袂起心动念是假的，哪会安尼感觉怪怪？唔知，即摆咧也叫后面是安怎？天天晚上有人叫哥哥咧，哥哥甲接到后面是差足济，真正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就知影讲。当你家己生活咧时，就知影讲啊，真正有哪有过啊啦。所以我爱看伊拍迄哦，真正即个所讲出的一个岁月的当中啊，好啊，情情哦。再接来扫甲无半项，再接来是扫甲无半。他做看迄影片无？哦，后火灾、后地震、后海啸，扫甲无半项，真正有影。哦，迄之前迄个印尼迄个大海啸，你看。人死去的时，哦，迄有一块影片，咱迄个地藏姑要来献花无吼，照哦，迄个颁奖的时阵，哦，迄个颁奖的时阵照跳啦吼，安尼开始就礼，哦，咱即个来弟姊妹听，较袂吼，哦，迄个无形的代表，迄长去的过往的迄个哦无形的当中的迄个哦，迄个为亲人过往。伊真正即个经过即个啥大海啸了，人死伊感觉讲啊，我已经无存在啦。伊当反正来讲啊，我已经无伫即个世间咯。所以讲伊家己都无清楚伊家己，无清楚已经伫即个结束当中已经向淘汰。伊真正吼无法度接受迄个事实，实在足痛苦的咧。伊照条当中，迄伫涂骹咧烂咧地，哀声不绝咧。哦，伊无相信讲我已经离开即个世间啊，所以讲是毋是人生足无常？人生毋是足无常尔，啊，佫足无奈，无奈，伊无迄落无愿意接受迄个事实啊，无愿接受讲伊已经无伫即世间的一个啥存在。啊，所以讲咧，只有咧，咱顾自己，来开始讲我即世间啊。你真大尔，哦，啊，你着爱接受这个事实，哦，你爱赶紧去地府报道啊，哦，爱倒去遐报道，因为人是为若无对迄个，哦，天顶去着爱去地府，哦，报道啊，所以讲咧，要可能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哦，所以讲咧，这个灾劫啊，是足恐怖，啊嘛足恐怖的，会互人心惊大跳啊，甚至天灾甲人祸。咱算而且台湾报道咧是也是足平静的，咱若看迄新闻咧报道，哦，你若看迄外国，啊，佮拢规年当拢咧战争啦。你若看迄战争，你若看迄，咱若着做咱人民的时，咱会感受安怎？咱有迄个同理心无？有感受着无？有体会着无？迄人民的时，去到迄个国家人也收留，去到迄个国家人也收留，甚至坐坐的时咱超载。啊，佫爱无细命危险，啊，毋知去到遐人你要收留无，啊，毋知影咧。所以讲，迄种无奈咧。哦，所以讲，毋是讲咱伫这安稳、这平安、平静的这个啥，这个国土内底，才好会当互咱哦。所以讲，咱袂当去体会着迄人民哦，伊的感受。真正咱若像伊安真正，若讲哦，臭人在规矩插家做伙哦，事实讲诶吼，咱是感觉足幸福，啊，足幸福。哦，所以讲，伊即个啊，有
即个足平安平静的国土内底，咱会当学着修，哦，啊，佫算足好诶啦，吼，所以讲爱感恩，表示安尼吼，真正爱感恩，吼，所以讲你若看产业来是差不多半项，哦，你着感觉讲吼，真正好甲使，我做幸福，我伫即个所在遮，哦，啊，毋是即个所在着足平稳诶，头拄互我有讲讲，哦，迄是迄工报业啊，一间早餐店啥，一台迄个，我有看迄个纪录片内底咧，一台迄个轿车单规单诶。啊，迄车头规拢猫了，规个迄车头拢已经面目全非啊！啊，无我头拄仔咧讲吼，住伫厝内吼，啊都袂安全啊，袂平安咧。哦，当时迄车要落去，毋知影你看迄即摆有发生足济吼，迄车拢会落对人个厝内面，啊袂落去，楼骹拢无人咧。因为迄啥，即摆拢会装迄种摄影机啊。有迄路边拢有装咧摄影机，啊，遐路个当中有那些拢会翕着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迄路是真足恐怖，只要建议岛内底，参迄个大龙湾路里面，吼，真足恐怖吼。所以讲咱来当讲真正爱受开大人，咱一定爱行公平，爱做人头前，咱爱把握善机，哦，爱做人头前，毋通吼，通讲。来汉来时，各是各自为，各是咧，若讲亡羊补牢。哦，因为我拢已经巧言，当然咧，哦，当然补救，那是为时已晚啦吼，为时已晚。所以讲咧，迄个当中咧，较慢淡落啊。所以讲咧，风平一切拢是空，风平皆景。世间咧，若是迷茫，较早迄个迄个八仙内底，迄个汉冲大仙，度咱有神做的时阵是安怎？哦，来，我摕一个镜头你困，哦，安尼困的当中，我煮迄个汤面。若讲黄粱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呀。哦，迄个还未煮熟的时阵，哦，迄个八仙，迄个有神做的时阵，已经人生惊一个尔。哦，来上班上京考到做大官到啊，迄个妻妾成群，哦，啊高楼大厦，哦，甚至咧英华富贵，啊到尾拢到尾拢无去，哦，遐拢无去，哦，到尾拢恢复原来。啊，我以前我像你安一个人啦吼，你看安尼人生我行一年了后，精神态。啊，咱汉中大仙的迄个黄牛还未出世，意思讲哦，还未出世已经人生已经走一年，叫做啥？黄粱梦吼，明白啦吼。啊，这咱拢捌听，黄牛梦，黄牛。